花莲基岸嘅泡头快菜全台有名，农会统计去年嘅总产量都有1672公吨，创出嘅6800万元嘅产出，係基岸乡其中一項重要嘅經濟作物。種快菜嘅辛苦哦，農民3更半夜2、3點，硬毛毛嘅落去養嘅項，乾還有露水落去割，就算落雨做旱也係窮樣。沙等呢還愛拖過、洗過、乾過、包裝等也按多工哦，能有好出貨，非常多謝。不過也因為有農會同農民一層層嘅把關，讓快菜能有好維持一定種嘅品質。水煮地道日上漸搶嘅菜入行，行落來就撇到叫菜香，農民都唔必然度無限。如果說沒有這個肉白，我們在賣的話，達不出我們這邊的標準，水準也不會高。所以我們在割的時候，刀子都會伸得比較深一些，所以會比較費功夫一點。所以種的時候就是要種下面那個白才會多。對，相對的還是要靠這一些木屑，對，這些木屑的功能比較大。基岸叫菜嘅特色，就係話頭嘅了解，又泡又沖，種嘅時節會為技師來帶人。除了之外，還有冷天風寒、熱天風調熱嘅功能。對點睛快時，太咗半夜除咗好割，過後2張熱除咗至擺好割，最多割得到15-600。咁個叫菜奴為到維持品質，都是割800才高中高。所以日上叫菜，三期維持得到年半安久。下雨天也要抬？對，全年無休，除非是我們說颱風天啊，沒辦法出門工作的話，就休息。像這種下雨、下大雨都還是要繼續工作。那冬天的時候就很冷哦。嗯，對，會比較冷一點。可是，在田裡一直做啊，我們農民也還好啦，做下去之後就感覺不會冷了。基岸早期主要種토마토老甜椒，民國89年過後，農會開始推廣種韭菜。一下基岸就2隻韭菜上下班，50人間農友。賴建芬75年時係基岸最後生嘅韭菜奴，全世界無卡出種韭菜。不過因為當日半夜2-3點才開始做事，有廠頭一開到衝等等。然後做到做唔上就冇做，賴建芬確實看到驚。不過2年兩前，其實平替農業嘅態度，轉來重新種韭菜。兩種嘅施作，我們在做艱苦哦。兩種嘅按做打做紅落施到按倒，不用配些菜，按倒施為做，我們咁做看到都驚哦。伊冇背做施做跳路埋，安尼變落變去攏拼應該，應該講冇準備一架要變韭菜看啦。做開種地又樣實在艱苦。頭一年種7分田，聊到搭搭，因為減不影響，賴建芬唔敢出按樣冇做。兩下嘅日見就4個檔嘅韭菜站，當日產量800到1000公斤。捆大概多重？捆大概50公斤上下。那每次都要扛這麼重？對，這樣子的話才不用跑這麼多趟啊。問題是伊倒啦，變到一家慢慢的去捆去問，唔知道問爸爸媽媽。講你做到了，爸爸還會嫌冇？嫌嘛，嘛是嫌嘛，冇記到挑白種到安醬就嫌的啊。不過韭菜體會起嘅係行為高托個，老菜轉呢度醬醬，長出貨為的。要把它加工到漂亮，我們才能拿到拍賣市場去拍賣。所以價錢上就會有差嘅。對，會差比較多。一捆50公斤邊嘅韭菜，淘汰下細條嘅，放汰嘅過後，太肉出市中20公斤甜甜，好順太當道。安尼啊，你安尼個甜之後，撈落安尼個落來就好啊，安尼較水啊咧，安尼較水，是啊，這就無愛啊，這就爛無愛啊。兩條淘汰嘅韭菜，安尼看來都算係正嘅。基岸對韭菜嘅高品質要求，對兩位就看得出來。像這個較歹，這個逼車去啊，這水嘛，是啊，好無？安尼啊，這就無愛。
啊，这水的这个啊。吉安生产嘅韭菜都做佢染布年纪，越炸嘅韭菜，还会用水冲过，用到背上半几冷，够打包，可保切炸咗的买本消费者。那它保持那个颜色是翠绿，然后会有一个硬度，就不会像就是你如果在菜市场买菜啊，它如果放好几天的话，它就是会有点软巴巴的。然后如果我们是把它冰过之后，它就会有点硬。就是像这样子站起来。專為做車青把關，佢按泡頭韭菜啲市場行品價一出當好，產量咪係推北，體質天高出市場嘅透明，就嚟經商以上。當日當早12點半到下晝點半，農民就會陸續攞韭菜送到市貨倉，準備送到推北鋪賣。而家當日差唔多攏平均8噸到9噸啦。然後平均的價錢哦，因為菜哦又較大，平均的價錢差不多25元左右安尼聽。嗰個時間哦，780甚至100以上都有。去年差不多有1682公噸啦，也就是農業送到農會的運售嘅數量啦，今年差不多6800萬嘅樹葉嗬，其他農民有嘅就搞一行口嗬，有的搞到發展抒發運銷合作做拍賣嗬，加起來嘅總數去年強項嘅韭菜嘅總數量嘅金額嗬，它又是差唔多9000萬到1億左右啦。照農會統計，去年單日農戶拍賣金額透明出入685萬元。聽日第3秒每都有500萬元以上。前年它就有將近有800萬的就有了哈，就一個農民所生產嘅樹葉，一年嘅樹葉吧哈，所以講也對我哋叫人農民是一個非常重要一種嘅非常經濟具有經濟價值嘅農作物。此瑞萬講，專為種韭菜為咗當好嘅技術，唔係一般人想做出種嘅生意。所以唔為做，因為價值好，研出香菜為種嘅情況。下那幾案兩位長州嘅暫掉嘅天然環境，下那係配為學唔來嘅。專為做農民經過了，各間農會嘅嚴嘅把關，幾案韭菜產量問題品質好，未為農民帶來實質嘅回饋。